王后恕罪，此事臣妾大约做的一点都不像，怎么拿他去找人呢？我也是无计可施，想试试，还真有用。什么用都没有，此法子不易想，更不易试。怎么还没到啊？到了，就在前头。大姐，我的芈月，老奴这眼神也不好，你捏的这些东西，你看都掉到水里去了。姑娘就应该绣绣花、绣绣草了，这些捏泥巴都是男孩干的事。王后，国美人，国美人，免礼。怎么大监也在？正巧路过，进来看看。没想到王后也来了。姐姐，你有何事叫我一声就是了，何必要跑这么远到我这来？王后有了，人赃俱在。这是我画的小鸭子，你别把它捏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臣妾的确听说芈月违反秦法，私作符节，这可是杀头之罪。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看。这就是你说的证据？这个就是芈月私自制造的符节？臣妾确实得到消息，说这小院里藏有芈月谋反的证据。如果宫里真有这种事儿，那还真得好好查查了。王后，请国美人将这慧院里里外外仔细搜上一搜，不然芈月就此担下洗不清的恶名，国美人也就白来了一趟，显不出她的一片忠心了。国美人，你是搜还是不搜？王后恕罪，此事臣妾大约是听作耳了。哼，几个孩童玩的这些黄泥坯子，竟被你说成是杀头之罪。国美人，你是当我愚钝吗？臣妾道听途说，实在是错了，王后息怒。捕风捉影，无事生非。若任你这样肆意诬陷好人，这后宫岂不大乱？我罚你禁足1个月，面壁思过，并将此事禀报大王。我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你这儿来了。是我疏忽，差点就给姐姐惹来了祸端。你真的做了泥符节，太危险了。我一直想不起那符节上的字迹，又不见大王追查符节的动静，我一时心急，想用黄泥依着记忆把那符节做出来。看来真的有人在暗中窥探，你太大意了。怪我报仇心切，急于求成。还好，幸亏妹妹应付得滴水不漏。不知是我的运气，还是有人诚心想要帮我。什么意思？这符节之事，应当让大王知晓。你要不提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可是大王他能信吗？这事情的头尾都能连上，该算是有凭有据了吧？要不你去与大王说吧，我还是不要去说了，免得大王多心。好。国美人被禁足了，听说大王还专门派人去训斥了他。这回他可是没逮着狐狸，反惹一身骚。哼，这次算芈月他们运气好，碰到国美人这么个缺心少肺的。下次若犯到我手里，定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逃掉。也不知是谁给国美人通的风声，不然他心思比麻绳还粗的一个人，怎么会留意到别人屋檐下的闲事？
那也只能怪芈月仗着自己是王后的心腹，行事太过张扬。夫人，怎么说？你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这是？一封家书而已。姐姐近日收到家书，总是心情沉郁，难道是家中有事？父母年老多病，收到家书，难免会有些伤感。女子远嫁，从夫从子，纵使有故国之思，也要放到后边啦。姐姐认为我说的可对？对，妹妹说的是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妹妹先回去了，你们也早些歇息。妹妹慢走。姐姐慢走。姐姐，信上说些什么？他说他会尽快将这符节归还于我，即使有什么差池，他也早有万全之策。大王，芈月求见。不见。是。等等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你来做什么？芈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何事？芈月终于想起那义渠王手中符节上的字迹了。大王不想知道那是个什么字吗？何字？芈月用了些方法，终于想起，那是个魏国的魏字。大王，此事重大，该立即寻根究底，找出那背后作怪之人。芈月，这些天你已把后宫搅得天翻地覆，寡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你去了，你却不识时务，不知进退，一味胡闹。你从义渠草原回来已有大半年之久，突然信誓旦旦地说你曾见到义渠王手中有个符节，又突然说那符节上刻有一个魏字。你记性好，为何当初从未提起过符节？现在想起来再说，谁知是不是心悸多梦，梦中生幻？寡人最恨后宫无事生非。我问你，是不是王后让你来的？不是，王后并不知晓。王后还算有分寸。大王若不信，何不在后宫核查嫔妃们手中的符节？那便可水落石出了。大胆！一个小丫头，在寡人的大殿里胡言乱语，干涉朝政。母亲，在，还不给寡人把她撵出去？是。芈月，走，出去！快走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大王为何不信我说的话？大王不信，自有大王的道理。难道大奸也不信我说的话？老奴信不信，并不重要。那你昨日为何要帮我？老奴何曾帮过你呀？大奸！回去吧。小时老奴听人讲，说这天会塌下来，吓得老奴是日日都在望着天。直到今日，老奴才知道这天塌不下来。你自己也别跟自己过意不去了，回吧。
大王，那小丫头脾气太倔强了。大王放心，在宫里多打磨几年就好了。寡人怕她不知进退，闯出祸来。以后你要多盯着点儿。是。哼，大王竟然不信我说的话。大王最恨后宫有人多事。这哪里是后宫的事？这明明关系到大秦的安危。既然大王都已经发脾气了，此事还是先放一放吧，免得因小失大。大王发了脾气又如何？我又不需要他的宠幸，更不图他的恩惠。等有一日我抓到仇人，我即刻出宫。妹妹可以说走就走，姐姐怎么办？幸亏妹妹告诉大王，此事与我无关，不然大王说不定会疑心是我在背后惹是生非，兴风作浪呢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哼，难道王后跟那个小丫头一样，不知深浅？让她进来。是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王后来此有何事啊？臣妾让从楚国来的乐伎们新排练了几支歌舞，想请大王闲暇时去清凉殿坐坐，换换心情。好，寡人今晚有空，晚上后去吧。是。这几日，那芈月在做什么？芈月这几日忙得很，其实这些曲子也是芈月帮臣妾选的，她在这上面费了不少心血呢。这就对了，女人嘛，习习歌舞，做做女工，其他的事情少操心才好。臣妾记在心上了。